来看嘉义水上乡内溪川的溪仔底哦，这水是引到一层楼悬。阿里山公路嘛，因为有部分路段崩山哦，电火调断去，有上万户失电佮停水，大地是个抢修。国军扫到树林船沿路发物资，民众对二楼但有拔掉所爱地啊，或者是水桶。物件在结果救起嚟，凯米风台清洁大环，大雨对中南部造成正大的灾情。嘉义水上乡美上美社区淹水的情形正严重，向人员斗相共，迄个爱撤离的民众撤离。相关灾情严重的，抑个明阳乡的西昌村，水已经淹第二天啊。在地民众讲，规个村差不多拢浸伫咧水内面，村民无法度出发，正需要外界物资斗相共。这里是嘉义县民雄乡西昌村。已经淹水第2天了，急需要物资来帮助。最深的位置有到肩膀。本来厝门口是一条车路，淹过煞变做一条溪，而且水拢是土黄色的。嘉义县水上乡瑞溪村溪仔底，昨水是淹到一层楼悬。当地村长甲居民讲，这是自从1996年货币风台淹水以来，今年又搁淹到这么悬。土坡是正悬。一冲入来，迄才正悬，这边是倒悬，淹差不多大概可能150户有，上深的可能写3米有啦。另外，伫水上乡瑞溪村的木瓜园边啊，是有发现一具尸体，怎么也唔知影身份。警方已经到现场处理。伊那伫罗草乡的碧潭村北江溪边的村庄，昨夜做大水，水淹到脚头夫，真侪民众是穿雨抹短裤撩水出去外口买食的。今天比较严重的是碧潭村，村庄大概快1/2的村落有淹水的状况。阿里山的连体部分受到凯米风台影响，边坡有土石崩落，甲铁基路拢砍掉的，一个有一寡树仔倒落，这个日子也是停驶。阿里山公路也因为山崩电火条啊断去，要甲上万户无电无水，台电已经全力伫咧抢修。阿里山居民已经3天无水无电，生活真无方便。嘉义县县长王忠良表示，若水消退了，就会开始重建复原的工作，包括清运加卫生局的消毒、自治边的义诊，对各方面赶紧协助灾民重建工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